你有冇幻想過，如果人生有一部時光機，或者好似打機咁有一個 save and load 嘅掣，可以俾你重新選擇過去嘅某一個決定，咁你而家嘅生活會唔會完全唔同呢？最近我讀完《午夜圖書館》呢本書，主角 Nora 就擁有咗一個咁樣嘅機會，但係閱讀嘅過程入面，我腦海入邊出現咗一個電腦程式員經常會用嘅工具，就係叫做 Git。你可能會問，一本講心靈救贖嘅文學小說關電腦程式咩事呢？其實 Git 唔單止係一個寫曲嘅工具，佢根本就係一套完美處理人生遺憾嘅哲學系統。今集我哋就用呢個特別嘅角度一齊行入呢間午夜圖書館啦。喺程式嘅世界入面，每一個軟件都有一個最核心正喺度運行緊嘅版本，我哋會叫佢做 main branch， 即係主分支。呢個就係等於我哋每個人正在經歷緊嘅現實人生。主角 Laura 嘅 main branch 可以話係千瘡百孔，佢覺得自己做錯晒所有決定，悔婚、放棄游水、冇同哥哥夾 band， 甚至連唯一嘅貓都死咗。佢覺得自己呢個程式充滿咗 bug， 已經完全行唔到落去啦，甚至想自我毀滅 delete 咗呢個程式。但係喺呢個時間，佢去到生與死之間嘅午夜圖書館。午夜圖書館入面有無數本書，每一本書都代表住 Laura 當初如果做咗另一個決定就會展開嘅平衡人生。喺 Git 嘅概念入面，如果程式員想試下加一個新功能，但又驚整壞原本個 main branch 嘅話，佢哋就會開一個新嘅 feature branch 平衡分支出嚟試。圖書館入面嘅每一本書就係一條平衡分支。Nora 只要打開一本書，就等於做咗一個動作叫 check out 切換，去瞬間穿越過去體驗如果當初冇放棄游水成為奧運冠軍嘅人生，又或者如果當初繼續夾 band 成為國際巨星嘅人生。喺呢啲 branch 入邊，佢可以盡情去體驗如果當初點嘅結果，而唔會影響到佢原本嗰個難無可難嘅實際世界。聽落去好似好完美，係咪？邊個唔想去經歷一個名利雙收嘅 branch？ 但係 Laura 發現咗一個好殘酷嘅真相。寫曲嘅時候，就算有一條新 branch 解決咗舊嘅問題，往往又會衍生咗新嘅 bug。人生都係咁樣。當佢成為咗奧運冠軍，佢會發現原來爸爸對佢期望太大而搞到壓力爆煲。當佢成為咗 rock star， 雖然萬人景仰，但係佢同哥哥嘅關係原來已經破裂到無法修補。喺 Git 入邊，當你想將一個看似寫得好好嘅平衡分支同現實結合嘅時候，往往會出現衝突。Nora 終於明白，根本冇一個平衡宇宙係完美無瑕，完全冇痛苦嘅。每一個選擇背後都有佢必須承受嘅代價同失去。經歷過無數次嘅 check out，去過無數平衡世界之後， Nora 最終做咗一個決定，佢邊一個完美人生都唔要，佢要返去原本嗰個千瘡百孔嘅 main branch。點解？因為佢明白咗，與其不斷逃避現實去想如果當初，咁不如將佢喺無數個平衡世界入面學識嘅勇氣同體會帶返去現實。呢個動作喺 Git 入邊就叫做 merge， 去合拼。Nora 將所有平衡時空嘅智慧 merge 返去自己嘅靈魂度。
去發現原來現實人生雖然有好多 bug，但係只要你一日唔放棄，你永遠都有權利去寫下一個 commit 去提交記錄，就係等於人生中每一個實實在在嘅決定。我哋冇午夜圖書館，冇得 check out 去平行時空，但係我哋永遠可以喺當下呢一刻寫下一個新嘅 commit， 令到自己嘅人生程式可以繼續行落去。午夜圖書館用一個奇幻嘅故事講述咗一個好真實嘅道理，唔好為錯過咗嘅星星流淚，否則你會錯過太陽。當你對過去感到後悔嘅時候，將你對過去嘅後悔當做成為大腦裏面嘅 feature branch 測試啦。測試完 merge 返啲經驗落嚟，然後就好專心去寫好今日嘅曲啦。希望今集嘅分享可以俾到少少力量你去面對現實生活中每一個選擇。如果鍾意今集內容，覺得用 Git 睇小說嘅角度幾新鮮嘅話，記得 subscribe 我呢個 channel 同埋俾個 like 我，同埋可以喺留言話我知，如果你有一張去午夜圖書館嘅借書證，你最想 check out 去邊一個平行人生呢？多謝大家收聽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